你敢相信嗎？我而家身處呢個樓盤116方嘅戶型，竟然可以用嘅面積接近85方，而且可以做個5房。嗱，大家睇呢個咧係一個大橫廳啊，佢呢個戶型嘅贈送面積咧都有成30幾方嘅，係非常正噶啦。咁啊，陽台呢邊咧就向南邊嘅，大家睇下。呢度咧就望我哋出邊嘅別墅區啦，呢邊嘅空氣非常之好，齋個陽台呢個長度咧都有6米幾嘅長度，所以佢呢個贈送空間係比較多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陽台係送一半嘅。咁我哋客廳再講下呢邊咧，嗱呢邊呢塊牆咧，你可以好似佢而家咁樣，因為呢個係飄窗嚟，可以攞嚟休息用嘅。咁呢塊牆咧係採光面嚇，然後呢個位置咧係一個可以做一間房，做個書房又得啦，或者係茶室都可以。咁佢咧係一個陽台，有一半面積係贈送嘅。再到廚房位置，廚房咧佢係分咗2部分嘅，呢部分咧本來就係廚房嘅位置。咁呢度裏邊咧係一個全贈送嘅空間，所以咧佢做咗一個半開放式嘅大廚房。咁如果中意煮餸嘅朋友咧，大廚房就啱晒啦。咁呢邊咧係一間贈送嘅房，所以佢贈送嘅面積係非常多嘅。所以呢個戶型咧可以做5房。點解可以做5房咧？嗱，因為呢邊有2間房。呢間房咧就係向南嘅兒童房，咁佢而家配置1.5米床，剩低嘅空間都比較多。對面係公共衛生間咧，然後再到呢邊咧係主人房位置，係一個步入式嘅嗰個衣帽間，然後咧裏邊咧嗰個衛生間都非常之大，基本上咧冇一個空間係細嘅。咁主人房咧佢成面採光嚇，配置1.5米嘅床，剩低嘅空間都比較多。咁呢個戶型咧51活動，單價先7字頭。如果你可以接受低樓層嘅話咧，有可能6字頭都可以喎。有興趣朋友盡快 call 我啊！